姑姐，你跳遠都唔攰嘅？因為我後生過你咯。食維特健靈5色靈芝，好似幫細胞做帶氧運動，皮膚仲好靚喎。早啲開始食，再靚啲都得啊！維特健靈5色靈芝。今年我哋好特別啊！我哋加插咗一啲舞蹈，好青春，好有動感。今次咧加多一個代言人係胡定欣啊！咁你知啦，大家都知道佢係武林高手嚟噶嘛。咁對於我嚟講，梗係好難忘啦，因為同一個武林高手一齊跳舞喎。每一次人哋問我點解你好似越嚟越後生啊？點解你好似充滿精力啊？咁我都係咁樣講，好似係講嚟講去都得一個答案，但係其實就係得呢一個答案，食維特健靈5色靈芝啦。早啲開始食，再靚啲都得。我咧就每朝早一醒咗，空肚食一粒嘅，食咗成日都覺得個人係精神好多，有活力好多。食咗佢咧，拍劇就會更加有精神，所以我係非常之支持。中醫認為髮為血之餘，即頭髮嘅營養來源於血，而維生烏絲素正可以強肝腎補血氣，令更多營養輸送到頭髮，所以有強健嘅身體先可以幫你預防脫髮白髮。咁我哋聽聽以下愛用者嘅真實用後感啦。食咗維生烏絲素之後，我覺得白髮明顯少咗好多，頭髮亦都好似甩少咗。意想不到嘅係覺得身體底線亦都有改善。近呢2-3年咧，頭髮甩多咗，好易斷。食咗之後，頭髮好似甩少咗，更健康又更有光澤。食咗維生烏絲素之後，家人都發覺我白髮情況有所改善。依家白髮情況已經冇再增多啦，亦都唔使再染髮啦。食咗之後，頭髮健康咗，而家我嘅髮型都變得更加好睇，所以我好開心啊！強肝腎補血氣就可以幫你留住頭髮，激發魅力。維特健靈維生烏絲素，聽日維特健靈又有優惠啦！快啲嚟維特健靈搶購健康產品，為健康加油！